各位知唔知道咧？中國古代最長壽嘅皇帝係邊一位呢？佢就係清代最中意飲茶嘅乾隆皇帝啦。乾隆皇帝喺25歲登基，在位60年，退位之後做咗3年嘅太上皇，實際掌握最高權力長達63年，終年88歲。係中國古代帝王之中最長壽嘅一位。乾隆皇帝中意飲茶，喺民間呢都記載咗好多乾隆皇帝同埋茶嘅一啲有趣嘅事情。乾隆16年，皇帝去咗杭州巡視，去到天竺觀看咗製茶採茶嘅過程，佢頗有感受，寫咗《觀採茶作歌》，其中呢就有慢炒細焙有次第，辛苦功夫殊不少嘅詩句。作為一位帝王，佢親身感知到茶農採茶以及製茶當中嘅勞苦，確實咧十分之可貴。杭州西湖咧就有著名嘅龍井茶啦。乾隆皇帝咧就4度出巡去巡視西湖茶區。佢喺龍井獅子峰湖公廟前面飲茶嘅時候，讚賞龍井茶葉香清味醇，封廟前18棵茶樹為御茶，並且咧派人專門看守，每年咧就採製龍井茶入宮。乾隆皇帝咧更加積極參與茶事活動，佢亦都咧提議咗喺崇華宮開設隆重嘅茶宴。另外咧，佢對品茶鑑水咧都非常之有獨到嘅睇法。佢去到湖南呢個地方品嚐當地洞庭湖小島上面嘅君山銀針，亦都讚口不絕，令到當地咧每年都要進貢18斤嘅君山銀針茶。另外咧，乾隆亦都為福建安溪所產嘅茶命名做鐵觀音。鐵觀音至今咧，亦都聲名大振，歷久不衰。當時咧，乾隆皇帝咧就想禪讓皇位俾佢個仔，亦都即係之後嘅嘉慶皇帝。有一位老臣子就惋惜咁樣進言啦：國不可一日無君可。一生好茶嘅乾隆皇帝就攞起一杯茶，就回應啦：君不可一日無茶。禪位之後，乾隆皇帝仍好茶如命，佢喺北海鏡清齋裏邊專設咗焙茶屋，令佢可以悠閒品茗度日。乾隆皇帝咁中意飲茶，通過飲茶調理身體，令佢身體健康，確實茶同佢嘅長壽絕對係有關係啦。